一個針對香港人嘅投資騙局，利用香港同埋大陸嘅車位嘅差異化嚟一步步咁套路你中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ck。今次呢單嘢真係講到我火都嚟埋，因為呃人呃得太明顯啦，太精準啦，專登捉晒香港街坊嘅心理弱點、信息差，同埋對內地樓市嘅誤解，一步步咁引人入局。最後錢落咗人哋袋，你手揸一空，租又租唔出，賣又賣唔甩，反租都斷埋啊！真係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。前兩日我接到一位香港街坊陳生嘅求助，佢喺1年前呢就跟住所謂嘅大灣區考察團，終身一日遊上嚟內地，本以為玩下食餐飯攞下禮品咁樣，點知道就係呢一日改變咗佢成個家庭嘅財政狀況，一鋪清袋咁滯啊！佢一講個項目名，講個區域，我即時心諗弊家伙，又係呢啲郊區嘅車位投資騙局，專呃香港人嘅舊橋段嚟㗎啦。但係佢哋今次玩得仲絕，仲更加毒，連 A、B 合同、空殼公司、陰陽發票同埋啲小字陷阱全部都提晒，真係步步殺機啊！據陳生同我講，當日佢同埋佢太太參加咗一個好常見嘅旅行團，唔貴，甚至仲有啲係免費團，包來回嘅交通，包午餐，送埋手信，送埋糧油，聽落完全冇損失啦。好多街坊都會覺得去下無妨，當去行下放鬆下散下心啦。但係問題就係呢啲所謂嘅旅遊團根本就唔係旅遊，全部都係因為營銷引流嘅殺豬盤嘅前置環節，一上車就導遊就不斷咁吹大灣區嘅發展，根本就唔係旅遊，全程都係銷售喺度引流團殺豬盤嘅前置環節。一上車導遊就不斷喺度推大灣區嘅發展，內地嘅升值，香港人買樓買車位嘅優勢，不斷咁製造焦慮。香港樓貴，車位貴，通脹勁，人工就唔升，唯有北上先有出路。去到中山當地，直接就拉去樓盤嘅現場，環境整得好靚，沙盤整到好宏偉咁樣，銷售個個都熱情到不得了，又遞水又遞飲料，又有專人講解，全程營造一種錯過就蝕底，今日唔買，聽日就冇呢個價嘅緊迫氛圍。好多香港街坊一入到去，氣氛一谷，人一多，銷售一圍，個個個腦亂晒，判斷力直線下降，跟住就開始拋售所謂嘅超級筍盤，車位10萬蚊一個，買3個送1個充電樁，每個月有固定嘅400蚊收益，由專業嘅包租公司全程託管，你乜都唔使理，淨係收錢。單聽到呢個橋段，好多香港人已經開始心喐㗎啦，因為大家喺香港生活太耐，對車位嘅認知完全唔同。香港無論係港島、九龍定係新界，車位喐唔喐都要幾十萬、過百萬，租一個車位新界都要2000幾，港島、九龍仲要4000到6000，甚至更高，而且係永遠都係供不應求嘅，手冇貨。但內地呢度呢，一個車位先10萬，喺香港連1尺嘅私家樓都買唔到，呢個價錢落差本身就已經係足夠令人失去理智，銷售仲繼續加碼。你以為淨係得400蚊租金啫嘛？仲有充電樁，而且依家內地全面推行新能源電動車，未來全部都係電車。你個車位裝咗充電樁，24粒鐘都幫你搵錢。出邊啲車入嚟充電，你淨係收服務費，一日2部車，一部車5蚊雞，一日都多緊10蚊，一個月就多咗300蚊。固定收益400蚊，加上充電收益300蚊，一個車位輕鬆400蚊，穩陣安全，長期收息。講到呢度，
一般香港街坊真係好易心喐噶啦。尤其係一班諗住穩陣收租、唔想冒險，又覺得內地發展好嘅朋友，一聽到低投入、高回報、有人管理、長期現金流，基本上嘅防線已經係崩晒一半噶啦。但係我今日就要同你哋講清楚，呢啲全部都係精心設計好嘅謊言，每一句都係呃人嘅，每一個數字都係虛構嘅。首先，最基本常識，小區地下車位充電樁絕大部分都係慢充，一部電車由充電充到滿，起碼都要5-6粒鐘。你作為車主，你會唔會特登行入去一個陌生小區度，泊入一個私人車位，等佢5-6粒鐘去充電嘅？係絕對唔會嘅。而且大陸出邊好多快充，遍地都係噶啦，30分鐘就搞掂。邊個會傻咁樣入去你嘅小區充慢充啊？所謂一日2部車，月入300，完全係違背咗現實使用習慣，只係畫餅。第二，最大嘅陷阱係香港同埋內地嘅車位嘅本身差異，騙子就利用呢個信息差，將香港嗰啲經驗直接套入內地，呃一班完全唔了解內地樓市嘅香港人。香港車位之所以值錢，好租保值，核心就係極度稀缺，舊樓多，車位配比完全不足，人口密度極高，車多車位少。但係內地嗰啲新小區完全唔同。依家內地嘅規格好嚴格，新樓盤嘅車位配比最低1比1，即係一戶一個車位。好多中高檔嘅小區更加做到一個1比1.5，甚至直接起2-3層地下車庫，車位數量過剩。我自己住緊呢個小區都係內地嘅，入住率有成70%，住咗5年，車位係由11萬跌到依家7萬，都冇人問津啊！點解？車係多咗，但係車位更多，根本就唔受拍。再講租金，中山呢類城市正常車位月租普遍都係300到400蚊，已經好唔錯噶啦。你用10萬蚊買一個車位，計一計條數，10萬蚊可以租足30年。你話值唔值得投資？答案好明顯，完全唔值得。陳生買咗呢個項目，更加係啲遠郊盤嚟嘅，遠離市中心，配套唔齊，人流稀疏，入住率連40%都冇，掹得行入去都就黑掹掹啊！一棟得幾戶着燈，你話車位點租？邊個會租？所謂嘅包租公司一開始就知道呢啲係事實，佢哋嘅算盤係你買咗收咗錢，簽埋佢哋精心設計嘅合同，1年半載之後全部斷租、失聯、走數。第三，最陰毒嘅、最專業嘅、最令你萬劫不復嘅，就係嗰啲 A、B 合同、陰陽發票、空殼公司、小字陷阱，呢啲先係真正嘅殺招。陳生嘅車位對外講係10萬蚊一個，冇錯，但係正式發票係開咗3萬蚊。另外嗰7萬唔係匯入開發商嘅賬戶，而係匯入一間完全無關、聽都未聽過嘅空殼公司。呢間公司嘅經營範圍、地產、車位、租棚係完全無關嘅。收咗錢之後，直接註銷，法人、股東完全都係消失到無影無蹤。你想追，你連個主體都冇。呢個就係典型嘅 A、B 合同、陰陽合同。A 合同正規金額3萬，係用嚟應付政府備案做賬。B 合同私底下協議收走你7萬，走人。空殼公司唔留痕跡，一旦出事，你只可以證明你俾過3萬蚊，另外7萬蚊你完全係追唔到嘅，因為收盤方已經係註銷咗啦。註銷失聯，開發商話唔關佢事，你真係叫簽不應，叫地不靈啊！跟住包租合同陷阱，銷售同你講5年1簽，固定返租，穩陣可靠，但係合同入邊有一行好仔細、好唔起眼夾喺中間嘅小字，佢係寫住最終解釋權係由甲方根據市場情況而定。呢一句話就等於成張合同係作廢咗噶啦，意思即係市場一差，
佢哋想走，資金鏈一斷，隨時都可以話市場變動，即刻停租、減租、解約，你完全係冇晒反抗能力㗎，連告都告唔入。我幫陳生查過嗰間所謂嘅專業包租公司，結果令人更加心寒啊！內地嘅公司法，有限公司以註冊資本為責任承擔，即係話就算公司破產、違約、走數，最高都係賠償嗰10萬蚊。你投30萬、40萬落去，佢都係賠咗10萬蚊，就算交差㗎啦。咁你覺得有冇意義啊？呢間公司由頭到尾都係用嚟頂包孭債，即係出事佢就成為工具人公司。最諷刺嘅係陳生當時一口氣係買咗4個車位，信晒嗰啲銷售，買得多優惠大，長期收益更加高。結果呢，反租斷咗，租唔出去，賣唔甩，合同有陷阱，收款公司註銷，銷售全部失聯，發票同埋實際付款嚴重不符，小區嘅入住率極低，車位嚴重過剩。所謂嘅充電收益由頭到尾都未見過啊！呢件事由一開始就係一個閉環式嘅騙局，旅遊團引流，現場氣氛營銷，利用港人信息差虛構收益，製造稀缺假象，催單逼單 ，A、B 合同拆分資金，空殼包租兜底，1年半載斷租，公司註銷。註銷失聯，投資者血本無歸啊！我同陳生講咗，呢啲騙局已經唔係第一次，亦都唔會係最後一次。騙子嘅目標非常清晰，香港人對內地樓市唔熟悉，想穩陣收租，貪平、貪方便、貪有人託管，唔中意睇合同，信銷售仲信過啲白紙黑字。容易俾大灣區升值、國策、電車、新經濟呢類詞去推眠。我哋呢香港人成日話大陸發展好，機會多，呢一點我哋係唔否認嘅。但係機會永遠都係同埋風險並存嘅，尤其係跨境投資，信息差就係最大嘅風險。你用香港嘅樓市邏輯、車位邏輯、租金邏輯去套內地嗰啲3、4線城市遠交盤。遠交車位，你輸咗99%啦！內地真正嘅價值係穩陣、好租、保值嘅物業，一啲唔平，亦都唔會用免費旅遊團去推銷，更加唔會用10萬車位每個月返租、充電中分紅呢一類低級嘅畫餅。真正投資嘅嘢，從來都唔使呃你，亦唔使急，唔使用旅遊團，唔使用陰陽合同。更加唔使用空殼公司。今次我已經幫陳生準備晒所有資料㗎啦，轉賬記錄、合同、聊天記錄、公司註冊報告，打12315消費者熱線去登記咗，亦都同埋當地嘅監管部門去講咗。但係好老實講，呢一類事件追討成功率極低，因為對方一早已經設計好法律漏洞、資金路徑、主踩隔離，你好難追得返㗎。所以今次拍呢條片，我唔係淨係講陳生一單嘅個案，我係想教返更多嘅香港街坊唔好再跌入呢一種低價車位、包租、反佣、充電樁翻行、大灣區考特權呢啲咁嘅圈套。我總結10個最核心嘅、最實用嘅，你即刻可以防騙嘅，每一條都係提醒，每一條都係血嘅教訓。一個，凡係免費旅遊團、1日考特權、包餐、包禮品、帶你北上、買樓買車位嘅99%都係會中伏。第二個，低總價、高返租、固定回報、有人託管，乜都唔使理，直接當佢係中伏。第三點，內地郊區車位、遠郊車位、入住率低嘅車位絕對唔好投資。第四個，新能源車、充電樁、充電收益全部都係畫餅，根本就係唔可行嘅。第五個 A、B 合同、陰陽合同，拆分付款，一部分係發票，一部分係私賬，一律拒絕。第六點，不
包租公司一定要查註冊資本、成立時間、公司經營狀況、歷史註銷。第7點，合同入邊任何最終解釋權歸甲方所有，視市場情況而定嘅，呢啲都係奪命條款嚟㗎。第8個，買之前一定要查清楚小區嘅入住率、車位配比、真實返租，近半年成交。第9個，香港同埋大陸嘅車位完全係唔同邏輯，唔好用香港嘅經驗亂信大陸呢啲平筍底。第10點，最緊要一句，便宜莫貪，高回報一定係陪伴住高風險，穩陣嘅收益根本就係唔存在。我知道依家大環境都難，大家都想穩穩陣陣咁收入，想抗下通脹，想為將來做打算，但係呢個係難㗎，就唔好亂投資啦，唔好輕易咁樣相信陌生人，信 sales， 信所謂嘅內部名額、限時優惠，錢係你辛辛苦苦套翻嚟嘅，唔好因為一日貪念、一次免費嘅旅行、一個 sales 嘅吹水，將你10幾年嘅積蓄一次過送晒俾人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、親戚、街坊都有聽過、參加過或者心動緊呢啲所謂嘅車位投資、包租、返租、充電樁項目，請你即刻轉發呢條片俾佢，等佢哋醒一醒，唔好再中伏啊！我係阿 Jack， 我會繼續曝光呢啲專門呃香港人嘅騙局，希望幫到更多嘅人。記住，投資要睇清合同，跨境要謹慎，平嘢冇好嘢，好嘢唔平，穩陣唔賠嘅一定係呃你。如果你有需要或者我可以幫到你嘅，俾個 like 我。